贫穷啦，倒霉的事体管都管不，一天一夜啦，真是作孽啦。走。哎，来，东西，接下来呀，接下来，我跟你说，快，好了，娘开，走，侬来了，在里面。哦，好不，张师傅，我去买菜啊。哦，张师傅，好，老大，下家了，走。老大姐动手出来噻！我张师啊，恭喜东噻！这个他的小人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至少真要谢谢侬来了。哪个女的？老舅吧。好的。吹一吹，吹，快去吹！哟，大东啊！狙击！狙击啊！哎呦，好！少爷，倒在啊！孙家，慢慢靠岸，不要让水浪湿着那姑娘的眼。哦，小心啊！少爷小心啊！哈哈哈，少爷你慢走啊，走好啊！哎，武人啊，这姑娘是谁家的？
总觉得有点面色陌生。她就是九金姑娘啊！咋办了？少爷，快回去吧，爹娃会等着你。哦哦哦，九金，回来。店里生意清淡，阿爹想出门走走，跑乡尝一看，侬把铜单正好。哦。唉，究竟，眼睛一闪，已经交了16个年头在。阿爹啊，铜单正好在。好哦，阿囡，我出去做跑乡生意，电筒里的面筒、散筒、脚筒、针筒，各档各店侬晓得伐？晓得，面筒200钱一只，四筒600钱一对，脚筒400钱一只。对个，真聪明啊！我记得。阿爹啊，侬早点回来哦。啊。阿爹啊，侬怎么了？小姑娘家不会讲我，早是回来嘛，哪里来的生意嘞？阿爹啊，侬听错了，阿门是讲生意做好嘛，早点回来呀。哎，讲么对，阿拉我记得啊，苦动阿爹哦。啊，侬抢我个生意噻。啊。生意到了门口，阿侬还会做的，弄到饭店门口摆桌摊嘛。对个，哎，我到远地方去喊。苦动哦。再忙，弄啥懒忙？再忙，整天只晓得张开嘴巴吃，今天到我的那里来推着，我打死你！啥人打我的毛？自家老公干不好，拿我的毛出去，断子绝孙啊！侬个懒婆娘，侬这个啥人？你这怕老虎想动手打人？我今朝别想我了，我同你拼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打人了！当身在街头，大嫂二嫂，一家人就该互相谦让点嘛，这样还想个家嘛？哟，三嫂，刚回来就来教训人啊！那么你去讨个谦让点老婆来让我们见识吗？大嫂，你，哎，打，气死！啥好笑？假使你们这种人家真是一时倒霉。混账！你们想做什么？滚！三姨。啊？哦，三叔伯啊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。武生啊，泡茶。
请。见长二小姐，38，好倒是好，只是石家中落，见长好富，嘿嘿，恐怕高攀不上吧？啥闲话呢？金榜题名榜里，你我是同宗同族一家人。见姑娘是我表侄女，须见宝宝亲上在家亲，门当户对真相配郎在女貌。王子郎百年不好心，他是得与别离不上门。36不谢谢你一片好心意，婚姻他是用我商量之后再决定。还商量点啥？男婚女嫁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宝宝可不能娶个像大王、二王那样的货色了。一个是大自身边个少走心，一个是这却不做个懒婆娘。侬说是不是啊？按我倒是不错，石家只有指望宝宝啦。对，见家二小姐保侬称心满意，那就这样定了。38，见二小姐是长是矮是胖是瘦，我还没有见过。我看明天让宝宝与她见面，你看？好，明早西门船铺头见面，侬我宝宝一定要来啊！好，我走了。好，38，喊你费心啦，慢走呀。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在这里相亲难为情。又不是相亲，有啥难为情？我心里比跳，万事你替我快算了。什么话？未来，这是终身大事啊！到石家三公子要亲亲热热、大大方方，有数吧？有数，搿种事情我比你懂。懂就好。搿门亲事啊，3姨婆差点失来了石头呢。好，先拿着这样去用，等我把糖来天，再向侬负责。是不是好说呢？爸爸，见长是好门，等位相亲一定要有礼貌啊！记住了。二小姐是钱家的掌上明珠，金枝玉叶，一定羞羞答答。等位见了面，你一定要笑脸相迎。帝王，正好不得在。是爸爸。来，来，
跟侬呀，大模大样的慢慢走上去，让他们看看舰长儿小姐的派头。还要慢慢叫，我要快快跑上去看个仔细呢。哎呀，放开我！哎呦，嘿嘿，小白脸真好看呀！爹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爸爸，爸爸，这，你这，小心！嘿，呸，哎呀，哎。哎呀，我当心！哎呀，什么了？哎，宝贝！你们说，阎王今朝好像有啥心事嘛？啊，来，一起过来谈谈天，消消炎嘛。对，你们的，啥你阎王啊？张老板的趣闻，恐怕侬还没有听见过呢。哦，啥趣闻啊？他一个半辈子的生意人，竟算不过一个16岁的小丫头，侬说有趣不有趣啊？哦，这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名九金姑娘。嗯，有一次我到店里一转，她竟知道我要买什么豆，我把稀日子豆米一包，她就已算出了多少样钱，聪明绝顶啊！不一样，自古大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畜生儿当地洞啊！这小户人家的姑娘能成啥个气儿？哎，有救了！不管白毛黑毛，围着老鼠就是好嘛。像这样聪明的姑娘，绍兴城里就要是9斤在。九金姑娘。哎呦，你是九金姑娘？你叫啥宝宝？你还记得我啊？走路介不小心，跌到河里去，我这小篮子可捞不起侬个只大皮球哦。你还记得8年前的事，记性真好。你忘记啦？没有。少爷，你当心啊！哎呀，我的鼻涕，快进我脑袋里！小少爷，我不会有事呀！不会有事呀，脑袋里，快进我脑袋！好，进我脑袋，哎呀，我叫石宝宝，侬叫啥名字？我叫九金姑娘。九金姑娘。多年不见，你长大了。你也一样嘛。山。
丫头，如今已成年，花花布衫长长辫，水乡姑娘好容颜。满腹心事乱糟糟，多识举金本事好，倒不是轻易莫动，去走一遭。里面有人吗？外面啥人啊？外面啥人啊？是我呀，我，是我呀。侬不要生气哦。常言道，女莫有根神，马嘛有只灵，阿狗阿猫嘛都有个名字，侬那个没名字噶？厉害个，便宜被一套起噻。嘿嘿，姑娘，我的名字有些格里格达个。哪个格里格达？我的名字要用身本身个。怎么么讲嘞？我到算算看。姑娘，侬听懂？一对半来两对半，三对五生四对半，黎明担心在一起，请你姑娘自己呀算。原来是十二帝王。侬哪
各位晓得个人？我呀，毛菜菜们写字了。哦，聪明过。姑娘，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？我个名字啊，还有些格里疙瘩的，还要用算盘算个啦。哦，厉害个！我一枪圆我一刀。姑娘，侬讲来听听看。那么侬听懂？一斤酸菜两斤半，3斤4两加斤半，啥要问我啥名字，再加4两一起呀！这个零工，这个零工，再加4两一起呀！如今姑娘。有噶聪明哦，不晓得相貌长得好不好？呀，我的黑漆漆看不见相貌啊！哎，姑娘，侬阿爹在家吧？我阿爹不在，侬生意做啥？我还有苦同去。哦。这你电话，快进来坐。哎，好。这你电话，请坐啊。好。哎呀。这你电话，请吃茶。请吃呀。哦，好。这你电话，我今朝来得不巧，我阿爹今朝出门做跑向生意去噻。哦。等伊回来，告诉伊马上到我屋里苦同去。那么这你电话，侬屋里住了啥地方啦？姑娘，侬听懂？走进一座五字门，举桥为江两边分，前面有些闹盈盈，后面有些浪清清。跨过一座雷国门，碰见2个关门人，列呀列在黄泥灯，17、18条走出头顶，夜里不要饭来吃，夜里不要面上困。再问马国多讲情，这是我石家的大队呀！阿门。这你电话，我晓得啦。侬讲看。举出围江两边分，是条龙道。是个。前面老鹰鹰。是读4个书房，对个。后面冷清清是那祖宗的祠堂，不错。擂鼓门嘛是圆圆的月洞门，是个。2个关门人是2只钟流子。嘿嘿嘿，我屋里的擂鼓个。来是没擂鼓啊，我毛菜菜们就是啦。哦，聪明啊，姑娘，那阿爹回来告诉伊马上到我屋里苦同。晓得噻。好。这你电话侬最好。这你电话侬慢慢在啊。好，转起。苦同啊！阿爹回来噻。阿爹洗脸。阿囡，1碗头来烧，2碗头来炒。阿爹肚皮饿实在。2碗早就准备好了。哦。阿爹。阿囡呀，
阿爹运气不好，路跑了不少，生意一点都没。阿爹，有好生意来着。啊12天王还能苦动气。12年老了，哎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为啥啦？以前人家门槛高，12年老无数路路吃石头蛮多，我去以为叫了。伊来吃石头嘛，侬快把石头过去呀！要这东跑木头，哪里会拔石头啦？啊，侬好讲侬个呀？哎，只有阿爹搞阿囡，哪有阿囡搞阿爹个呢？咦，我不是讲，只有长牛后生，没长牛先生哦。哎，我倒不错的，不过这，哎，阿爹，侬把妖精过上长腿包放在屋里，12天王要是刁难侬，就回来拿长腿包，还能好搞侬个呀？哎，聪明哦！哎，好，阿娘，明早一早我就去。好，阿爹，多吃点，吃，阿爹吃。2个国门，不错，到这。哦，张师傅来噻！哎，爹王，张师傅来噻！张师傅，哎你来着？哎，我来着。请来高手。请。张师傅，侬饭有没有吃过？哎，没有。哦，吴生，哎，请张师傅里面用饭。张师傅里面用完。好。老实巴巴张古董，他无理无动，无理梦。我哪里真心想不通，为的是娶她女儿，将苗继用。做啥？啥事情大惊小怪？快！哎，弄快！一个苦洞将来苦洞，老头子一大早就斗中之面，又是杀鸡呀，又是炖肉啊，整个太阳都熄灭出来。哎，老头子门开一响进。里头一定有缘故，等一去听听，看他们说些啥。那你电话，侬叫我来鼓10个洞。张师傅，我想请侬鼓10只洞，不晓得侬会苦法。我从小就授你，不要讲10只，就是100只，请滚包来。好，张师傅，那么侬听懂？天亮要鼓天亮洞，俺就要鼓50洞，日落西山黄昏洞，半崖山岗要惊动，要鼓预给福地洞，要鼓预地福给洞，要鼓福地福给洞，两只耳朵敲松松。还要鼓一对恩恩爱夫妻洞，还要鼓
一扎万国金丝铜，一道丞相不通风，覆盖府邸两头空。城里恶意战战旗，家家户户开仓空。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扎满城，一过那个皇帝坐当中。三家老是多拥挤，实是路看那红红。再过一扎旗挂动，一根米不通天空，一根黄当在当中，上头一记松，下头扑隆通，零零起来忙腾腾，杀杀动，不你张师傅来东发东。只听见他是咚咚咚，弄得我一动呀问啦咚。张师傅，张师傅，会哭吧？会哭个，会哭个我前方回来拿长腿包，阿娘好搞侬个呀！哎呀，十二点王不好的，我邀请过张长腿把忘记带来的。哦，那我派人去拿去。哎呀，来，不，我自己去拿。张师傅，你把铜蛋挑去做啥？十二点王，我是神不离蛋，蛋不离神的啦。不要紧个，放在我这里没关系个。张师傅，我还要请侬回来普洞呢。张师傅，侬要快些回去，早点回来。阿爹，阿爹，出了啥个事情啦？我早是南京石家高门看，今日里12孤人来刁难，一分铜币没赚到，还丢了7万的高手苦动肝。暖一扎温一扎蓝，父女相向去讨饭。阿爹，做啥要讨饭啦？铜蛋被自家压起的。这个啥道理要挨铜蛋？十二连包这只铜面，我听都没有听见过，叫我那个苦呢？哪啥铜面？报价侬听看。阿囡啊！那是到月亮要过天亮东，这才是清早起来的新年啊咚。面东就是到俺就要过五日东。阿爹，谁是我阿爹老顽童？顽童，还有那十路西山黄昏洞，大人小孩都好用侬，谁是这大西家洞？还有那滚牙三根要进洞。
要苦有的不该动。一眼不错，要苦的不该动，苦的不该是真动。是个。还有那恩爱夫妻动，门弄啊弄，动对个了，阿爹，侬讲了80种，还有第9种呢？第9种动名真难懂，名叫那个金丝洞。一到神将不通风，家家户开畅通。千军万马，万马千军扎门城，一股那股皇帝手当中。3家6日都用计，10日路看闹哄哄。像苍空一日到晚闹哄哄。这个还有一招奇花洞，一根米不通铁公，一根黄冈在当中，上头一记松，下头活龙洞，铃铃起来门噔噔，门弄啊乱叫啥的咚啊！这样的家务天天见，明当谁家吊死啊洞？吊死洞！这农民地里多一个嘛，阿爹随便顾顾好噻。是呀，我是阿爹的哪岁生活呢？啊喏，上台包起头来，我苦动起来。哎，得命的生意，假欺负人。阿爹。哎，啊喏，电脑关好，我去的。阿爹，侬搿次去呀，带这么大点，还那么响点。哦，叫说你老快快，那不是好欺负的。有数在。啊，你爹妈，古董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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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把你爹妈，古董仔，这些农民都晓得噻？不晓得，我就不来噻。哦，那我告侬个噻？啊？啥你爹妈？侬是不是侬儿子生的啦？我哪个不是儿子生的？可我哪个会比俺们叫的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回去一趟，喉咙都响起来噻。我家头个人，搿点喉咙声响噻，治疗家点大，为啥滋啦啦啦、滋啦啦啦介响呢？治疗嘛学得高了，学得高。青蛙电机学得低哇，为啥呱呱呱呱介会响呢？青蛙把嘴巴宽，嘴巴宽。
啊，两只本鸡还弄了300块不块？为啥飞翔？本鸡做主个，做主个，碟子是不做主个？为啥咻啦嘎响呢？碟子嘛同安多，你是同安多不多？为啥飞翔？你是不是圆个咯？圆的，铜锣是不是圆的？为啥当嘎响？铜锣嘛铜主个，铜主个。李元把一堆铜头是不是铜主个？为啥飞翔？都么实心的咯？实心的，炮弹是不是实心啊？为啥叮啪嘎不响嘞？不谈这些了，不谈这些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干好个，都上来，鼓动起来。动啊不鼓掌啊，不鼓掌，弄心我开心啊！干好个，我回去的。张师傅，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啊，聊聊天，刚好个天我聊得了啊。聊天在公海我也来，张师傅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拿，里面请，张师傅，请坐，来，请坐。讲闲话，我先讲还是侬先讲？今朝我先讲，张师傅。请你不懂必是真，只为我爸爸来联姻，这家却不当大人看中的女儿小居静。你我穷不天地长，苦动人不愿很高兴。爸爸喜欢我中医，明日可美来下聘。你生事体不好在，啥事体干？哎呀，你生！上古洞里走来到陈家门，公他陪茶陪饭陪殷勤，名为古洞原是家，相去俱尽恰日。老对是一句话，刚下卷兵叫起他，你滚不动啊！那凤家，哎呀，凤家不好！哎呀，你上就不能让那穷丫头进门，我们要让姐儿小姐来陪伯伯。姐儿小姐真不争气，姐家家财万贯，那个会放出大个宝来。你上，侬读过书，点子多，快想个办法才好啊！哎呀，你上，大嫂啊，办法倒是有个，不晓得侬个做啊！哎呀，你上，3块大财没有，力气倒是有个，侬讲？有办法。啥你电话？究竟的娘死得早，我就是一个宝贝儿呢，我啥不得已出家呀！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自古就是如此。难道你养他到100岁也不出嫁吗？哎，我倒是不错的，我还没办过嫁妆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千讲万讲，只要你就近姑娘叫里一讲。不，三年天王，我不好做主个，俺究竟都在，是不是让我回去商量商量？哦，也好。张师傅，最好。